今集上集，我哋重點講一種大家一定有食過，佢隱藏喺汽水、果汁、餅乾、零食入面，甚至標榜係健康嘅食物入面嘅隱藏殺手。佢個名叫做果糖。你有冇諗過點解糖會令人上癮呢？點解明明食飽咗，已經飲咗一杯珍珠奶茶，你都仲可以繼續食零食、食甜品？你可能聽過一句話，糖就係糖，熱量都係一樣。但係越嚟越多科學證據話我哋知呢句說話錯得好離譜。果糖，尤其係喺加工食物入面嘅高果糖玉米糖漿，根本唔係單純嘅熱量炸彈，佢係一把直接插入肝臟代謝系統嘅刀。大家好，我係時之沙，同你講養生。以下內容並唔係任何飲食同醫療建議，請諮詢你嘅醫生。一、果糖同葡萄糖到底邊度唔一樣？咁我哋先由一個科學經典講起。喺2009年，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兒科內分泌學家羅伯特·魯斯提發表咗一場轟動全球嘅演講，叫做《糖：苦澀的真相》。佢喺演講入面畫咗一張代謝路徑圖，話俾大家知道葡萄糖同果糖入到身體之後，走嘅係兩條完全唔同嘅路。葡萄糖係全身細胞都能用嘅能量貨幣，食入身體之後，80%會被身體各處直接燃燒，只有20%會到肝臟處理，而且肝臟會根據身體需求決定要將葡萄糖儲存做肝糖定轉變成脂肪。但係果糖就唔一樣，果糖幾乎100%必須儲存喺肝臟代謝，身體其他嘅細胞唔太會用。就好似你將一整架車嘅貨物全部倒入一個細小嘅倉庫入面，倉庫嚟唔切整理，只好緊急將貨物全部打包成脂肪，於是肝臟開始堆積脂肪，咁就係非酒精性脂肪肝嘅開端。而脂肪肝只係第一張骨牌，故事仲未完結。當肝臟塞滿脂肪，胰島素嘅信號就開始會失靈，你嘅胰臟必須分泌更多胰島素，先至可以將血糖降落嚟，咁就係胰島素阻抗嘅起點。接住落嚟會發生咩事？胰島素阻抗會令到你更加容易堆積腹部脂肪，令到發炎指數上升，血壓、血脂、尿酸通通飆高。魯斯提教授將佢稱之為糖的代謝症候群。有一項發表喺美國醫學會雜誌入面嘅研究，追蹤咗超過4萬名嘅女性，發現每日飲一杯以上含糖飲料嘅人，罹患第二型糖尿病嘅風險比好少飲嘅人高出83%。而呢啲含糖飲料嘅甜味來源，正正係高果糖、玉米糖漿或者蔗糖。3. 尿酸、痛風同血壓嘅陰謀。更加令人意外嘅係，果糖仲會升高尿酸。當肝臟瘋狂代謝果糖嘅時候，會消耗大量嘅能量分子 ATP， 過程中會產生尿酸做廢物，尿酸結晶會沉澱喺關節，咁就形成痛風。好多痛風嘅患者被醫生告誡唔好食海鮮、內臟，但係冇人話俾佢哋知，其實含糖飲料先至係真兇。英國醫學期刊喺2008年發表嘅一項大型研究入面發現，每日飲2杯以上含糖飲料嘅男性，痛風嘅風險比幾乎唔飲嘅人高出咗85%。唔單止痛風，尿酸仲會抑制血管裏面嘅一氧化氮，令到血管收縮，血壓升高。所以一罐汽水唔單止會令你肥，仲有可能令你痛風發作同埋高血壓。4. 個腦仲俾果糖綁架咗。接住落嚟，我哋要講到最驚嚇嘅部分，係你個大腦。正常食飽飯之後，脂肪細胞會分泌一種叫做瘦素嘅荷爾蒙，話俾大腦知食夠啦，要停止進食啦。但係果糖會造成瘦素阻抗，意思係大腦接收唔到，
食飽咗呢個信息，令到你永遠都覺得肚餓。喺2013年，美國醫學會雜誌一篇腦部影像研究入面，叫受試者飲果糖飲料同埋葡萄糖嘅飲料，結果發現飲咗果糖嘅人，大腦入面嘅飽足感、獎勵相關嘅區域如下視丘同紋狀體嘅血流同活性變化唔同，飽足感會下降，反而更加想食嘢。咁樣解釋咗點解你食完一個漢堡包大薯條配可樂，仲可以食多杯雪糕。你嘅大腦已經俾果糖綁架咗，識唔到飢餓嘅信號。果糖嚟到呢度，已經將你嘅肝臟、血管、尿酸、大腦搞到亂糟糟。但呢啲都只係前菜。喺下一集，我哋要進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嘅領域。呢一個不知不覺偷走你健康嘅食物果糖，點樣直接餵養癌細胞，甚至連埋你身體入面嘅免疫特種兵 T 細胞，令到佢哋反過嚟攻擊你。鍾意呢段影片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，留言俾我。你有冇不知不覺咁食咗好多含有果糖嘅食物？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